在铁路运输中，正确的货物捆绑加固可以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。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方法和技巧来捆绑加固铁路货物：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，使用适当的包装材料如纸箱、木箱、塑料包装等，以保护货物免受损坏。选择合适的捆绑材料，使用高强度的捆绑材料，确保能够承受货物的重量和运输过程中的震动。正确的捆绑方法：使用绳索和绑带将货物牢固地固定在运输平台上，确保货物稳固地固定在集装箱或铁路车厢内，避免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动或倾斜。在货物之间的运输也可以充分填充空隙，以减少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移动和碰撞。考虑货物特性，根据货物的尺寸，选择合适的捆绑和加固方法，确保货物能够安全的运输。在运输过程中，定期检查货物的捆绑情况，必要时进行调整和加固，以确保货物的安全运抵目的地。正确的货物捆绑加固对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安全和顺利至关重要。遵循上述方法和技巧，可以有效地保护货物，减少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坏和安全风险。